煙花污染爆升，市民變人肉吸塵機啊！抬頭是明月亮光英霧彌漫，是刮風時也天藍，然後逐漸緩慢。正啊！禮拜六睇完煙花，港島嘅市民即刻順手做埋人肉吸塵機，冇誇張噶。環保署喺放完煙花之後呢，錄到嘅空氣污染濃度爆升啊！睇下中環嘅路邊監測站啊吓，8點嗰陣時呢，呢個微細懸浮粒子 PM2.5啊，得0.7微克嘅啫。啲煙花係一路爆，個數係咁升喎，到凌晨12點啊，升到最高47微克，急升66倍啊！銅鑼灣嗰邊嘅情況都一樣，微細懸浮粒子 PM2.5由8點嘅22.5微克升到11點最高嘅74.4微克啊！空氣致癌物二氧化硫咧都一樣噶，中環路邊監測站啊，由8點到凌晨個數都係咁升，啲懸浮粒子越細粒咧就對人體越差噶啦，因為會入肺噶，增加心血管或者肺嘅健康問題。高濃度嘅二氧化硫仲會破壞呼吸系統，好在一到凌晨陣煙散咗之後呢，啲指數即刻回落翻啦。